比波冲冲跳跳游了了，礼拜一年来到台南市，看到小朋友为到录影，按用心的练习，为到坐在本台下看到哈哈好的表演，地上的机器人嘛坐在节目当中看到哦，係咪係當上看今日的表演哦？節目當中安排精彩的大嘴鼓。新奇的內容，然豐富的動作，本台下的觀眾看到動入心。下來，你先來聽看啊！小朋友在練習當中，到底遇到乜嘅新奇好搞的事情？天杯鬼桥暗天河，好久不見，最近好嗎？俺叫摸看到，俺叫摸。唔想黑我，在處好難丟架，是唔把你丟走的麼？去看看啦。好，今日下個年有本功勞馬開功法。本來想一下，啊，簡單啦。你講嘛講，你講是講，個就講豆媽、梨媽、水媽、熊媽、叫媽，還有你用啥太 Q 嗎？你講嘛講，馬賽太 Q 嗎？從開始。千年太叔強挑緊。好，等一下。千年太叔強挑緊，來。千年太叔強挑緊，天下客家一家親。來，天下，來，天下客家一家親。天下客家一家親。我們今天表演的是學期客家話當快樂。里面是在講說，我們是好久不見的朋友，然後他們兩個忘記我了，然後他介紹完他自己，我們就認出他，然後我們用客語跟他講，然後他就覺得我們很厲害，然後他就考我們，然後到最後就變成我們考他。我覺得客語比較難念的部分是像晚貢，我都會講成滿貢，老師都會糾正我。比如說頭南模都念快一點會念成頭南模。有就是剛剛在錄影的時候，就有講台 Q 嗎？結果他講了台 Q 喵，然後我們就一直忍住，要不然的話就差點講不出來。今天的經驗覺得好不好玩？不好玩。很辛苦嗎？會覺得很辛苦嗎？因為要重錄很多遍，就可能這個節目，然後哪裡出一點就是，或者是他那個導演沒有用好的話，就會重來。就一直 NG，而且那個導演好恐怖。就是因為他會直接說什麼右邊的妹妹或左邊的妹妹或中間妹妹說你怎樣怎樣怎樣要再怎樣怎樣。全國賽沒有那麼緊張。因為比賽比很多次了，可是第一次上電視。對。今天是我第一次錄影，雖然 NG 很多次，也念錯很多次，不過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希望下次如果有機會可以再錄的話，我要表演得更好。老師對我們很好，只要我們念好的話，他就會帶點心給我們吃，鼓勵我們。3、4年級星期五下午不用上課，然後就有一個客家班是免費的，然後就是去學那個，然後我們就去學，對，就是那個，對，然後就會教我們做客家的燈籠，還有小沙包，一些小東西，一些跟客家有關的，還有筆記，然後還可以吃麻糬跟擂茶，然後自己磨擂茶。
体育组爱表演的是3届小朋友，爱带来的表演是学习校外轻sen词。你下强下来看看啊，多大就记sen词呢？成囡仔唔爱讲客家话，阿公婆话客学起来嘛。强通成囡仔讲客家话，客家人爱讲客家话，从小会讲客家话，大咧就会当沙皮啊，当沙皮。哎哟，俺舅冇看到，你两啥地界念乜界？用无按翻起呢？讲来谈开呐。你系？那系阿妹妹啦，唔记得系么？错个俺舅冇看到，哎哦，欠欠念唔到，很实力，很实力。老你讲，爱着去上客家课，同客家书，了解客家文化，从客家山歌。你冇谈客家言语讲，成人唔读书，不知脚跳住。成人唔读书，何必摸木住？父音传书，穷音传主。就系老桥台子孙讲，读书是分界重要。俺强我讲手俺多，讲来考你钓一下。好啊，好啊。帮你讲客人，喊你用办公啊。念客家。热闹呢？闹热啦！该前面呢？面前呢？房间见风。很久很久以前。跳摆一走。好久不见，最近好吗？俺舅冇看到，俺舅好么？唔上和我，在处好难丢改。师傅话你钓走对么？去看看啊！讲是酒，看唔出来。佛少猪条，熟面。三牛你讲溜喂。唉，碰风啦。三是俺不该判这。当然系冇喊啦。你两啥真劲系望儿转条腰，看唔出俺强哦。该无爱两啥来考你一下用办啊？好啊，剪刀讲石头，看嘛啥讲嘛啥。好，该你啲客家语有本讲到乜嘅讲法？本来上一下简单啦。你讲慢讲，你讲是就讲，跟住讲到吗？连吗？什么什么叫吗？还有你两啥太 Q 吗？你讲嘛嘅嘛啥系太 Q 吗？哎哟！我读香港大家有顺呐，让你一定要讲小改，实力。强我，让你拍手。你强下来读一下好么？做得啦！剪刀剪石头，看嘛啥剪嘛啥。拿来快条，你煮接受。你讲嘛嘅？唔系啦，拿来快条，你加妹啦。系唔系？你喊到奶，我就听到奶。唔系啦，你讲上机，你加下机啦。去看看啊！去年台书强条件，天下客家日家情。客家真是冇白铁，信手相连日家人。人生才是好危险，现金努力好敬献。有咧。咱了面前爱行好，贫穷富贵命出天。三个冇从唔记得，三个从来闹融融。三路我喊外上色啊，外上色。客家文化爱发荣啊，爱发荣。系啊，讲客家话。从三个，本你界人生冇笑冇离，生气又快乐。阿妹妹，阿天妹，阿二妹，祝福大家身体健康18年，希望大家长来了。最美表演的是县北国小的小朋友，会带来机器人哦。上个第记得的机器人有极强么？你下是强下来看记得带来嘅演出咯。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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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你都做嘛介？
也是来到学校向下亲属分享的比赛，来到本机器人进行绑体操同接力，来到今年还得到全国第1名。全国第1名，安强哦！是啊，国小组除特有来自各县市比赛得奖的代表队以外，还有来自大陆、江苏同澳门的队伍强下参赛，竞争仲激烈呢。你做得听书爱介绍得奖嘅作品么？现下来同大家小结一下，来到亚摆得到最佳粗形象一等奖嘅机械处，来到嘅主题是附上三生有幸嘅幸福尝试。三生系上升黑字，生态、生法、生产。稍後來本眼來小記，第一隻機械處，我的上邊。從學校附近嘅安平古堡北上，因為我哋來自有180多年歷史嘅台南，我咪學做台南人。第一隻機械處，機器戰處，利用在地材料來製作，讓很多嘅人了解黑彩讓水海順嘅內調，實體生態資源豐富。有湖面譬如藻草、墨海等等。第三隻機械處，萬處之夢，一隻機械處在地台南生產嘅水果、楊桃、牛眼、番酸，本大家了解台南嘅物產豐富。我哋也生前作品有充滿對土地嘅感情，我哋喜歡我哋嘅學校，也喜歡我哋嘅家鄉。台南，好好教我，我咪想參加，做得麼？當然做得啦！只愛講我哋今下參加憲北貴小機器人團隊，就有機會參加一個緊張刺激又有意義嘅比賽咯。